機場單層巴士光榮退役。由啟德服務到赤鱲角，九巴丹尼士領先型單層巴士由於機件退化，今年10月全部會停駛。呢一款巴士93年引入，24部到而家剩翻13部，行機場同北區。啟德機場咧，佢設計上咧就係離境嗰度係比較矮啲嘅，咁所以咧就唔可以行雙層巴士嘅，所以係淨係可以行單層巴士。機場巴士又叫通天巴士，揸過機場線嘅車長就叫做通天後備。即係機場咧就係要繼續服務嘅，即係打風期間咧都係要維持班次，咁咧就所以我哋咧就比較即係可以講係辛勞啲啦，即係人哋嗰啲收工啦，咁我哋都冇得收工啊。丹尼士領先型係唯一行過2個機場嘅巴士，亦都係載客量最高嘅單層巴士，有45個位，33個企位。九巴車隊有3900部巴士，呢批巴士退役之後，仲有140幾部單層巴士。停駛嘅巴士，九巴會公開拍賣，點樣用呢？由買家決定，但係就唔可以再喺香港行㗎喇。